嗱，黃先生咧，你個八字咧就本來嚟到講咧就係官多噶但係你嚟到講咧你有一個丙火咧就叫做傷官咁傷官見官咧就即係話個人嚟到講咧通常係好多時嗱，你因為你走藝術界因為傷官即係叫做藝術界正官咧又係你個貴人喎咁即係話變咗嚟到講咧好多時都會抵觸嗰啲法律咁嗰啲嘢呢個要小心因為傷官見官咧就即係話禍事係百端嗱，而你呢個命咧就叫做10日就即係話個人嚟到講咧因為害咧就叫做元武星元武星加埋呢個10日咧係好中意嗰啲神秘嘅事物你有靈性嘅喎係一個係通靈嘅人十分之通靈嘅人，但係一個咧亦都係適宜於係走藝術界嘅人不過好彩咧，你咧呢個命咧就即係話其實咧就係貴人旺嘅，係貴人旺嘅個貴人喺個路途嗰度咧咁即係話咧路逢貴人咁呢啲貴人嚟到講咧，即係正所謂咧，就成功又係靠貴人失敗亦都係靠貴人咁呢個嚟到講咧，就即係話咧，譬如今年嘅運就係月庚合金就即係話咧，同個官星同個官我哋即係叫做鬼係化合咁好多時即係憑住呢個庚申咧就即係話呢個官鬼咧係受制嘅。咩叫做受制咧？就即係話嘅咧同嗰啲官司法律好多時都會遇到啲咁嘅問題不過咁，正如我正話所講咧，就即係話咧剛才所講咧成功又係貴人失敗亦都係貴人咁樣咧，你紫微相害今年嘅流年你就唔可以係識到女朋友結到婚今年咁之所以嚟到講咧，因為你呢個八字就即係話咧，今年咧嗰個行年就即係話沖呢個太歲嚟到講咧就沖個財財為妻嘛之所以咧今年咧嗰個婚姻咧嗰個桃花咧亦都係失敗嘅咁我覺得你呢個八字咧係非常之好因為呢個就係即係話呢個係天門。今年咧嗰個流年咧字係地戶咁你天門地戶行走咧咁係好活躍嘅因為天門同埋地戶樣樣都可以逢凶化吉
其實咧，雖然話有陣時好多時都惹上官非，但係我覺得你今年嚟到講嘅咧，天門地戶行走咧，呢個就十分之活躍，係好自由嘅，係可以講得話叫做係逢凶化吉而你呢個命咧，好多時就即係話咧亦都喺個傷官嗰度生財啦，係好冒險去生財嘅之所以咧呢個傷官咧，佢係用神嚟嘅，亦都可以化煞亦都可以咧就即係叫做咧逢凶化吉，可以化煞生身亦都可以要嚟到做生財所以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你利用得到呢個時候你係可以生財但係咧你唔識得利用呢個財嚟到講咧，嗰個時候嚟到講嘅咧你就會係破財。之所以咧今年咧嗰個行年咧就即係話叫做係比肩奪財所以財嗰方面嚟到講咧今年你係唔順利嘅，同埋婚姻係唔順利嘅但係你可以全世界通道走，係自由藝術嗰方面你係可以成名嘅呢一個咧傷官咧係可以係成名嘅藝術嗰方面演藝嗰方面你係可以成名嘅你係一個係有名聲係有名望嘅人咁我覺得呢啲命咧自由自在係唔錯嘅兼夾咧家中即係你嘅家庭嘅父母係相當之好，父母相當之好咁實在你因為有正官正印有官有印本來你係讀到書係可以做官嘅不過嚟到講咧，你有一個傷官咧，傷官即係叫做背祿你又唔肯去做官之所以咧就即係話走向藝術界、演藝界咁呢個我認為都相當之好，我認為都相當之好之所以你做得有出息，係有出息傷官生財但係嚟到講咧見財壞印之所以你仲要更加係要好遲去結婚，甚至乎唔結婚仲更加好。你呢個命結咗婚未？未結婚，有冇女朋友？冇女朋友所以你要好遲結婚，甚至乎唔結婚仲更加好因為見財就壞印你個婚姻唔會處理得係好順利嘅同埋唔適宜做生意，唔適宜做生意本來有官有印，你會有地位就算你係打工，就算你係跟老闆咁你都係好自由好自在做得好出色
不過你就唔去做官咁解，10零日你覺得嗰啲即係話你探索嗰啲神秘嘅事物你係好深入嗰啲神秘嗰啲因為你有呢一個星咧你可以搞通靈嘅，可以搞通靈，藝術、演藝、通靈你係做得好出色嘅，甚至乎你可以做我哋算命嗰呢一行你可以做算命呢一行你會做得好出色嘅，我覺得你嘅命係相當之好咁但係最唔好嘅咧就係娶老婆，最唔好嘅就係婚姻，咁解嘅啫。除此之外搵錢事業即係個人嘅事業同埋你嘅人嗰個表現方式非常之好嘅，非常之好同埋身體健康即係話最主要嚟到講係安全就算係傷官見官有陣時會產生啲禍事但係你都可以過得去因為咧呢個辛金咧就即係叫做路途你唔會安安穩穩喺一個地方嗰度你通常咧就即係話咧地方與地方之間咧唔會停留喺一個地方嘅隨時會走動嘅隨時會變化嘅咁非常之自由因為天門地戶咧係四方八面係走動到處往來咁見識廣闊做學問做神秘嘅學問咧你係十分之到家，我認為幾好。你有咩問題？冇問題。冇問題。好。